OK。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嘉文，欢迎各位收听关爱广播电台趣味隔壁节目。今日要来专门来访问咱的黄博宇议员，黄博宇议员吼，伊是民主进步党提名的中国市长候选人。咱今日专门来个访问哈，黄议员，你小自我介绍一下哈，大家问好一下。好，姚院长好，大家好，我是管议员黄博宇，即个要出来参选咱彰化市长。是咱要讲继续讲以前，咱先来介绍咱即个月要办的即个电影吼。5月初9，咱上场是5月初2先讲，5月初是台北文园区的8周年纪念日，就是母亲节。咱每年母亲节办活动，就是爱母亲所母语的母亲节。5月2号礼拜六，请大家爱去参加一点，从透早开始。就绘本哈，带小朋友去绘本足侪，除了咱的关爱文教基金会家己出版的以外，阁有足侪出版社甲即外地种个赞助的绘本足侪，咱大家来去看者吼。那么即个绘本展览是点半，咱5月初21个台语文园区8周年，迄个是下晡2点开始啦吼。若爱看电影，你问的讲当时5月初9吼，5月初9拜六，先各位报告就是讲罗马假期。即罗马假期是咱定来园区的朋友也去办的，因为咱以前是办过了吼。罗马假是足出名嘛，足出名有诶看无着，讲要过来看，讲以前即老片嘛即摆有钱无当买无嘛无当看，所以讲咱是毋要办，好，咱要办一摆罗马假期，罗马假期5月9号拜六这活动实是太多了太多，大家有兴趣对即个咱诶。绘本毋是咱的叫做FB 脸书啦去用去开来看，就知咱的活动真多。至于讲即个咱的绘本的展览，带小朋友去，这绘本的这展览，绘本的展览是用碰出这读绘本这真款的真趣味啊！还有一寡礼物通看会当伫遐画图啥所以咱是专心来拜访咱的专访问这黄博宇议员。咱知我若看到伊在少年做议员，我足感慨。我记真早，咱议员大部分程度都不高了真侪地些文主拢无爱去做议员，迄当时因为所谓普惠一家国民党咧控制特别戒严时代迄阵做议员大部分拢国民党控制，伊党外很少了党外也好像伫议会也不发生作用反正他们多数，而且国民党时就府会一家，县政府甲议会是一家所以县政府要做啥，议会这边表面讲的批评其实不发生作用其实更较可能是县府根本咧党部咧控制。因为做生意是咱彰化县第一个民进党的县长，头前有人党我做县长，就是若讲民主进步党的县长还是查某县长，就前我第一个伊当时咱嘛真歹做因为国民党迄阵影响力有较低，但是伊咧文化也长的不是讲咱县里要做啥，拢爱问党部所以但是谈不上什么地方自治。即摆政策真无共款是讲，咱党的提名你要选彰化市长，表示你议会这个表现很好，才来提名。所以你较特殊就是讲，这个国外留学学生、硕士生转来来做议员这表示咱的议员的程度、学习实力有提高了
你是毋是小可说明你做议员的感想是安怎？做议员哦，伊你这对我讲这真趣味啊！我伫阮议会内底，我拄着一个新好一个国民党籍的一个议员同事啊。系啊，有一个我就甲伊讨论啊，因为伊算我的前辈啊，伊定会甲我讲，过去议会安怎个安怎，嘿啊，有一个我就甲伊问啊，我讲伊讲过去安怎，我要甲伊问一个，因为伊讲差不多伫我的年岁就入去议会啊，所以我就问伊讲，你感觉迄个当阵议会甲即摆议会，你敢有法度想象讲？查某嘿啊，30年前的议会有法度变做今像我即款议会有法度出来？迄个都完全无法度想象，就是我迄个当阵就感觉是无可能的代志。我讲安怎讲啊？我无伊了解哦。迄个当阵啊，我差不多伫个年纪的时阵，我做议员啊，入去议会内底啊。伊讲的啦，嘿，伊讲的，伊迄个当阵，二30年前的时阵啊，入去议会内底啊，伊嘛甲我白，迄个当阵甲我白少年啊，要入去议会内底啊。伊讲迄个议员之间咧抢夺的时阵啊，抢咧直接摕出来，来囥伫桌顶，摕去议会内底哦。伊讲有不是看这议会较早，毋是像即摆台用讲的，嘿啊，迄讲话愈大声，讲到后来抢就摕出来，囥伫桌顶啊，就开始，我是要安怎？对啊，像我乌都的背景啦吼，有可能啊，系啊。伊讲较早议会内底是安尼咧敲地钱的，系啊，甲即摆完全无共啊，系啊，这，比如讲这个部分就差足济啊。嘿啊，像即马，你讲我规个，咱即届规个少年的，我都讲，就是无特别政治世界的背景，就家己出来参选。所以你怎么讲是议员甲议员中间的问题？嘿啦，这是嘿啊。你即马要讲议会甲县府的关系吼，两方面拢讲吼。好啊，拢讲吼。甲公府嘛差足济啊，比如讲较早嘛有讲啥物，比如讲你若是。做迄个议题的攻防时阵啊，佮较早讲，啥物若是咧缓解过程哦，袂爽快，佮会讲动骹动手，后来佮昏倒，叫食昏倒啦，叫火车来载，较早会安尼啊。迄是议会咧开。系啊，系啊，咧甲县政府咧攻防的时阵啊，有诶是咧副行的吼，系啊，有诶是退县长讲话，有诶是，系啊，迄少数迄种感觉县府呛度的好像不多了。若是拄着民进党的较会啦，迄是以后到民进党。哎呀，有民进党的管就之前以后才会较会啦。以前台湾政府会议家嘛。系啊，即摆愈来愈袂啊，即摆大家嘛愈来愈理性啊，是较袂啊。这就差足济啊。就表示讲，咱中华县议会嘛是有咧进步啊。迄个文化嘛是有愈来愈有都市的迄个感觉，有开始咧改变啊。毋听讲恁议长就安怎？开会较晚来是安怎？议长嘛，无就看因安怎协调啊，系啊。议长怎么？大会时候，大会，伊会家己来啊，伊嘛有可能叫副议长来啊，拢有可能啊。系啊，嘛无一定啊。所以你是第一届做议员。是啊，27岁选掉的。第一届。我都比较讲吼，比方10年前甲怎样啥无共款。我无法度比较，因为我10年前。未倒来中华。对啊，当时你讲戒严时代，议员其实会呛声足少啦。我会记我迄阵啊，伫台北的时阵吼，台北的党外议员咯吼，党外号称党外议会足称的议员咧讲互我听。迄种台北人上讨厌警察局，警察毋是讲叫台北人叫我阿捌共款。所以党外就伫遐呛声，甲迄个警察局长呛声，这个就是编做预算了，了别预算做什么舆情调查会，编足侪钱吼，安怎用遐无啥物数据问题。这党外就伫议会表现吼，表现足勇敢吼，我就家己甲警察局骂，警察局长就伊讲，我是议员多指教什么，议员干嘛就讲这一次吼，给你通过了，下次明年如果再这样，你再看看明年就怎样。以后都通过。骂后壁人看起来讲，这议员，党外议员足好打，足敢，足有气魄。其实因讲，其实昨天在酒家都讲好了。我骂局长就是骂好隔壁看现在不可能这样做。以前
骂公务员、特别骂警察局长，感觉就有气魄。系啊，这样骂无搞啊，对吧？是啊，警察，我们对警察也不会骂了。这个时候，没啦，对啊，这样没啊。你感觉议会这段时间你比较困难是哪一部分？基本上议员就是因为什么助理会什么都被抓、被起诉有吗？咱中华嘛有个嘛有啊，中华一个吗？只有一个。这我无去了解，但是我知影有几个啊，系啊。哪一个被起诉你都不知道啊？无啊，咱同事啦，就卖。就是讲，但你要落林嘛，就卖。伊要做议员啊，就底下恁内向迄个助理几个费用很多吗？无啊，即摆上新的为去年开始16万啊。16万。系啊。有限制人数无？无啊。就是16万那。系啊，看你妈安怎运用啊。哦。我助理费是安尼啦，反正你若是有你有。伊强调是聘用事实嘛，你人有请，你就要来上班，系啊，你袂使讲人请啊无来上班。有诶是去你服务处啊，不要紧啊，要有聘用事实啊。你们有啥物会抓到？一般来讲拢是助理家己去检举家己诶头家啦。现在一般拢是安尼啊。比如讲，若是有啥物委屈啊啥，因为这个诈银补助款，譬如讲，我薪水伫以为甲你拍有可能啦。甲你拍4万，但是实际上你才领3万5，5000爱叫你交登记户，你若是领着交登记户不出。阮若大家关系袂歹的时阵，当然就无事啊。若是后壁出一寡代志，伊就甲你检举啊。有诶讲都无来上班，那是借自己亲戚朋友。这嘛有可能啊，系啊，亲戚朋友有摕钱，叫拢无爱上班。3万4万几万就交出去不错运用，嘛有这款的啊。你感觉你做议员有能够发挥吗？起码应该是可以的。你感觉你是倒一组的，倒一组的？咱无特别伫倒一组，因为你这4年拢做一组。咱是用轮的，像我管理员即摆是用轮的。嘿，每一个议员，逐年换一组。就一直轮。你比较喜欢的一组，你较爱。我感觉拢袂歹，因为你有你每一组拢有机会大过，就表示讲你大概我都了解讲，系啊，每一个局处的这个业务拢在做啥。你讲我县政府做业务，你个人较关心的，较爱。当然，我清楚，因为大家拢知影，我愿意国外回来，所以对于来讲，双语教育啊，双语教育对我来讲是上重要的。系啊，这是我教育问题。系啊，我林内上关心的是双语教育啊。系啊，表示讲，我就关心咱全中华县内底所有学校，毋是中华县啊，所有学校，咱外语老师的状况是安怎？系啊，就了解讲因的数量，因为这不是地方的政策哦，这是中央政策。这有一个2030双语国家是行政院核定的一个政策，为赖清德总统迄当阵搁咧做行政议长的时阵，就定落来政策。我选调议员了后，就开始关心讲，这个中央政策伫地方咧落实的过程，敢有啥物问题？咱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嘛，吼。系啊，当然啦，双语教育是英语。咱中华县外籍的是英语老师有吗？有啊，都是他带有百几个英文老师，内底有7成拢是为菲律宾来的，拢菲律宾籍。菲律宾的英语也袂晓我教，是袂歹啊，英语算因迄边的国语啊，系啊，因为塔加洛，咱大部分对菲律宾了解塔加洛算。因迄边，马尼拉地区，大部分足侪人会晓讲的菲律宾语，但是迄边有足侪方言，南部啦，闽南佬那，闽南佬迄都无共啊，信用嘛无共啊，信用穆斯林啊，系啊，嘛无共。天主教甲回教，对，我知影，还有政治问题，我知影。系啊。所以咱拢去菲律宾请啦。是啊，7成拢是啊。有美国请，有啊，剩的3成，南非、美国。过来，咱来邦交国，比如讲像史瓦蒂尼啊、贝里斯啊，这种。史瓦蒂尼他英文好吗？袂歹啊，
嘛是英国殖民地啊，较早英国的殖民地啊。因为去英国读书啊，是因，但毋是因本地教育、本土教育就有咧教英语啊。因个教了好，我知无。袂歹，因为我有即个机会，甲咱的外事有交流过啊，我感觉拢袂歹啊。是哦。系啊。我毋知有犯罪，你讲全中华关几百个哦。百几个，咱中华关百几个，嘿。中华关这种国中啦吼，高中都不是啦。高中各是另外一部分，这是国小甲国中。对啊，高中的国立较侪嘛吼。高中就系啊。县立的没有几家嘛。县立嘛有啦，有几间啦。县立的，比如说彰化艺术高中，嘛是县立啊。个要都是间是。成功高中，敢若嘛是？成功高中在哪里？成功高中敢若伫南中华。我就上高中是从国立的啦。大部分拢国立的。但咱彰化市的就是彰化艺术高中啊，尔。高中啊，一直国高中啊，系啊。因在美国可能较好请啦，较美国的人吼，较好请。无较少诶。因较无人来应。欧洲甲美国人较少，一般欧洲甲美国人愿意来台湾，都是来体验生活诶。是啊。因毋是像菲律宾人，菲律宾人一般来拢是因为伊较有法度接受台湾的薪资啊。对啦。若是要登记来这边上班，伊较有法度接受台湾的即款薪资甲生活啊，即个方式啊。美国对美国人来讲，就是要有一个热忱啊，就敢若宣教书共款啊，就是来到遮就是我有希望，就我有体验在地人生活啊，顺便甲大家斗相共。有一个国中的主任咧讲吼。讲因的行政工作就当是，他学校很多老师都不愿意做行政。系啊，因为无啥假期啊。无假期啊。所以恁议会搞咧关心这个教育委员、你们叫这教育组啊是啥物？有在讨论这个嘛？因为足侪，像较早我会记，足侪老师足爱去兼什么主任吼，好像比较大，是吧？基本上大家都不想当，只是纯粹当教师就好。其实嘛有诶，要看你的心态啊。一寡老师反正伊有即个想法，讲未来若是有机会，我着做主任，因为你爱做校长之前，你要有主任的即个资格啊。系啊，所以要看人啊。你若是生活规划内底，你想要爬去。就表示讲，你就爱接一寡业务啊，就看人啊。有一寡人当然伊想讲，我就好好啊做一般的老师就好啊。对，这个问题吼，像你都要选市长了吼，这个有真正咧反映，即马就是学校主任，校长以外就是一个主任嘛。是啊，不像大学那么复杂。系啊。真侪人不爱做。是啊。为做讲好较忝，主任好像不要开课还是课比较少较少课应该较少啊，吓。所以即摆问题是讲，即摆你这任期做了，要选市长吼。是啊。阵仔是安怎规划？是你主动还是党部主动？讲像有足侪人想要选市长啊无？无啊，无人要选啊。伊个当选一开始是无人要选的，所来馆长候选人，陈淑华就来。来甲我讨论讲，即届是毋是有机会？想讲，互这少年，毋是东部策略。有啊，伊甲地方党，说我馆长候选人甲东部，拢有人来甲我讨论啊。讲即届若是即个机会，互一个较少年的人出来担任即个责任嘛。尽管当年彰化市吼，他们讲彰化市伫教育，像我是较重视，我长期咧教册，讲教育文风啦，文化风气，甲政治理念、民主理念，都其实甲别个关系拢差足多。莫讲别项，甲读书会吼，我别个从你只要偏远的很多地方都有读书会，10个5个，干嘛？然后看着彰化，好像包括那个独立书店都好像没有办法生存，这些但关市政吼。市政其实彰化以前是省辖市呢，以前是省辖市，我看
较早是中华关是关足宽的，关到中部四县市的，啊，即马中华区是那么重要的地方哦，好像很需要，大家觉得很需要改革了吼。啊，你会感觉你对中华市政，有真了解，种你若做，你有啥物观念哦？中华市要怎咱讲升格吼？就说好诶代志要先做，要搁做，啊，格就是改革嘛。你有啥物观念？有啥物准备要讲，还是要？哦，对我来讲，你慢慢来讲，朝前讲吼。对吧？好。所以修身真正最重要诶代志就是，管政府甲管长的政策甲市长的政策，这两个即码是共推政策，共推。推来推去。不，推来推去，共推。你是讲新的馆长啊，新的馆长甲新的市长。啊，旧的咧，旧的党甲。我即马甲旧的拢无关系啊，我即马是讲未来，系啊，未来啦。你敢有发现咱的旧的馆长甲市长都无共党，敢有啥物问题？以前。这问题应该是讲资源的分配啦，系啊，资源的分配，系啊。所以。你做你讲吼，我做你讲，你想法是安怎？哎呀，所以修身意思是讲县市政策共推，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若是无管市公所，若是无管政府甲中央的资源挹注，你就袂有发展，这是上现实的。比如讲，地方的立体停车场，你7、8成的资源都是为中央拨落来的，村的2、3成，嘿，都停车场安尔。你村的讲新的停，要做新的停车场。立体的停车场、立体停车场啊，这一直中华无吗？有即摆开始愈去愈侪啊。系啊，目前已经起好2个啊，啊未来阁有2、3个要开始，有2个已经开始咧起啊。迄种中央的钱。系啊，咱就应该讲大部分拢中央的钱，剩2、3成才是地方的。啊，地方的公所甲市公所甲对分。所以我首先要把这个脉络讲好清楚，就是讲。这次县市共推政策，对我来讲上重要的一部分共推政策就是，咱彰化市非常需要一个双语学校。我觉得双语学校最重要的。咱知影鹿港已经有一间啊，这咱县政府开的，鹭江中学。鹿港。鹿港，招生嘛非常顺利啊。所以未来彰化市人口存21万人，顶个月个61万。剩21万人，所以你一个1/6彰化县的人口拢所在的彰化是非常需要一个双语学校。大概看竹北市啊，你一个所在，你若是要 keep 住少年人口，你就需要双语学校。那家长才有愿意甲囡仔留伫咱这个所在，来继续学习。你讲竹北啊？嘿，竹北市啊。是不是工业区的关系？哎呀，有差啊，有差啊。但是人嘛愿意伫迄边上班，佮有愿意互囡仔伫遐受教育，就是因为迄边开始教育资源一入去嘛。无足侪彰化囡仔嘛伫台中上课啊，比如讲明道啊、味道啊，无威格啊。应该双语学校。威格是啊，明道、味道即摆嘛开始有这个双语，这个有这个课程啊。那有影响啊。咱是毋是休困的吼？稍等继续来进行吼。拄则各位大家稍等的，这一寡广告，多谢谢谢。节目我是姚嘉文，这是咱校园的议员吼，黄博瑜，台语我通讲黄碧如，黄碧如议员吼，校园。即摆民主进步党有要甲提名，已经甲提名要选彰化市长。彰化市是足复杂的，足古老、足古啦，历史真久。较早彰化是管清朝时管是几百年，1723年，彰化市300年了嘛吼。有300年。历史悠久吼，当然。迄是讲彰化县吼，彰化市来讲是较彰化县上重要的所在。所以这市长做好做歹，市公所做好做歹，逐个拢咧注意吼。所以你讲你的政见，如果你咧做市长，希望讲你做市长了有几部分，
有升有格吼，有啥物新的想法啊，想要改革，继续讲互大家听无？好。啊，拄则都分享了，就是有讲到即个双语教育啊，就是讲，咱非常需要一个双语学校。你若是无即个学校，家长就是愿意伫遮生活，嘛袂愿意互因的囡仔继续留伫即边上课，这就差足济。因为大家知影英语的重要性吼，因为重要性知影讲这个时代吼，除了真好的即个，其实台语吼母语嘛足重要吼。但一个人袂讲干那学一种母语啊，学较侪种，英语非常重要，走出台湾全球化。啊，除了这以外，你还有啥物想法？做市长来讲，未来甲县长候选人这边的共推政策，就是嘛是交通这边的改革啊。大家嘛讲足久啊，讲铁路高架化、甲捷运南延，哪会讲遐尼久都还袂动工？其实一直拢有进度。铁路高架化，因为咱的全台湾足奇怪，中华关是足古早的市，会用个车头咧，即个南台北往山海线吼。啊，是啊，大人咧做啊，台中啊做犯罪啊，湾林啊做起来，是啊，中华车头也一直层次地下化、高架化都一直没有动静。我感觉进度缓慢，甲一个部分最现实的，就是执政者无共啊。市政府用县政府。因为一直以来你看，咱唐市长这较早郑文灿咧做的时阵，那铁路地下化啊，无机器的通车，迄速度有可能遐尼紧，一部分就是中央甲地方，大家拢知影，若是有同一线的人咧做，理论上会较紧啊。这当然是，这应该大家拢感受。我听讲中华铁路地下化不是高架化，地下化好像已经构想完毕了。无地下化，是高架化。是高架化。高架化，嘿。已经讨论差不多了。嘿啊。综合，即摆综合规划。为什么一直管路搞不讨论这个？为什么一直没有做？无就看中央的关系啊。中央搞。这一点甲中央，因为差不多应该嘛是八成的钱。八成钱拢是为中央拨的。管路这8年的管路敢有去咧认真去咧？嘛是有啊。甲管路来争取啦。管务当然嘛有认真，管务甲立委拢有真认真咧争取啊。但是我感觉迄个县政府的人选嘛有关系，系啊。但是反正未来若是有机会，咱陈淑华县长候选人，要是就会当选来县长，我相信讲即个进度会更较紧啊。因为基本上中央是无咧讲倒一党执政拢共款，就是优先，中华应该摆伫头前，啊一直拖到现在吼。但是因为卓荣泰院长，剩一个月已经来中华3届啊。有提起这个问题。有啊。伊的立场安怎？伊立场是讲，若是有机会，即届说我县长若是叫当选的话，伊任内当讲。谁任内？县长的任内。嘿，县长的任内，就是后一任县长的任内当讲，要拼即件代志。其实安尼讲，不大好听啦，像我民进党做。伊在要做，其实应该毋是这原因啦。其实已经拖足久了啦，毋是讲民进党做县长，民进党以前嘛捌做过县长嘛。也是讲，我毋知影这行政院长是安怎讲啦？照讲就是行政院有一个全台湾车头的这改善，因为中华是2条线海线。是。啊，伫中华这条路吼。加了主要中华前站后站的开发，都市缝合啊，系啊，啊，这甲县府甲市公所有啥物？甲公所的关系就是讲，伊立体化了，地方有一个地下平面道路，立体化了有平面道路嘛？对，当前站后站的当差不多9公里。这是就是甲市公所配合的所在。市公所看要做绿道，比如讲，咱看我们高速公路，咱地下拢有一寡公园啊，是就是讲一寡
溜直排轮的一个所在，啊，无就是篮球场，这拢是公所规划的。所以这些立体化了、地下化平面道路的规划，就是公所的工作的。这就是我爱做的。所以咱以前之前我做时代的时候，感觉讲，很多问题啦，比如说，清洁问题哈，伫酒精以后，不管民进党、国民党做管理，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垃圾的不是市公所的事吗？垃圾，就清洁清洁堆是啊，这是公所的业务。即摆你感觉即摆咱会做了安怎？目前的这个清垃圾的清运吼，你感觉即摆清洁的做了安怎？还好啊。一直在改善啊，莫安尼讲。前一阵仔因为垃圾分类的问题，有造成足侪人有怨叹即届咱市人市长嘛有做一寡调整嘛。即马改讲变做种拜六拢会收，尽量莫造成大家的困扰。拜六得收，拢会使收啦。较早会分嘛，比如讲拜六无收的，无会收，但是讲比如讲拜一要收啥，拜三要收啥，会分。较早拢无嘛，所以造成讲大家的困扰。卫生队是公所或是县政府的咯？毋是，清洁队是公所的业务。但是公所会安尼做，一开始足侪人无我都冤解的原因是，这其实是管府的政策啦。但是当然中央要去配合，地方公所要去配合。是管府的政策，就是讲垃圾分类啊。落实垃圾分类，这是管府国家的政策啊。比如讲，我伫环保局有这个机会，我去咱大城迄边去看咱的焚化炉啊，去了解讲，咱垃圾焚化的状况啊。我发现讲，因管府官网有做一个简报啊，就是历年来垃圾量递减啊。我有问啊，我想讲，理论上咱的经济，咱的经济生产力在提升，虽然咱人口在降，但是咱的经济活动是愈来愈悬，咱的 GDP 拢会成长。理论垃圾会，垃圾有啥物会减？我就感觉足奇怪。比如讲，咱用电量一直在一直在升嘛，为什么垃圾量一直在降？安怎讲？伊意思是讲，因为咱垃圾回收这个分类甲愈来愈好啊。这就差就济。因为讲你垃圾若是愈来愈少，你分类了后，有法度搁转来回收利用。这伊就不是垃圾啦，变回收利用了就不是垃圾。较早因为分类甲无讲就熟悉的，变做讲都变成垃圾，垃圾量就会增加。其实现在也在减少。其实做县长那时候，我的选立委是，迄阵中华关是出名垃圾，问手就多。你坐在那个宣传车上面，你做平之后看不出来，像两边的都是垃圾。是。那扫到旁边。你坐在那宣传车上面，登高或是很多垃圾。是。那你若坐普通轿车上面看不出来，都好像都做得很清洁。所以你都在讲双语教育我们台语园区你知道，都在讲台语园区条条。第一问你也定去我们在推动母语，推动台语这方面。会有什么冲突吗？我们很担心。讲你在尽量在推动双语，是不是应用到母语运动？母语教育嘛，会影响。当时我感觉加减，老实讲，我感觉加减拢会啦。系啊，这上好一个案例就是新加坡甲以色列啊。新加坡后来一开始，因差不多六七十年代建国的时阵。有所有重点有差不多四个人种啊，譬如讲华人讲的方言，有讲台语，因讲福建话啦，甲广东话，甲有潮州话，马来西亚人伊有讲伊家己的语言，甲有印度人，变做讲语言无法度统一，所以后来伊就用英语甲伊统一起来。一开始当然，譬如讲南洋理工迄边的学生就有一寡意见啦。因的南洋理工感觉咱台湾大学啦，
那刚咱的代代对有一款南洋大学南洋理工，现在做理工，南洋理工啊，以前叫做南洋大学的。系啊，即摆是南洋理工啊，理工大学啦。南洋理工，系啊，迄个最高学府内底，因为迄是较早是华人开的，所以拢是讲华语的。啊，后来理工要咧推动这个政策的时阵，就这样反对嘛。伊就想讲，啊，即摆一定毋是，咱就脱离英国已经独立吧？为虾米搁来咱殖民者的意见？所以理工要一开始的政策就是讲，为高等教育开始，我都拢改英文，就变做讲英文刚是咱的国语啊，系啊，变做讲学校内底改，系啊，所以变做系啊，这是一个问题的啊。对，台语不是自然的，无人讲是政府强制禁止讲哦，压迫我们讲这原因哦，不是讲你讲自然没有讲的未为事啊，因为禁止讲台语，学生啊袂使讲啊电视台啦，因为广播电台语言的限制造成，就是所以呢，台语运动哦。是有一种我们都用附赠、复兴的艺术，不是讲，伊讲大家社会，你看恁外省啊，要选举，大家要学台语，要马英九啦、宋楚瑜要选总统嘛，要学台语。是啊。所以咱即摆咧推动母语，其实有种附赠、复制，就是讲，甲救起来就对啦。毋是自然讲无人无爱讲，毋是因为你禁止人讲。造成的结果，这是咱该救济的原因哈。所以推动母语教育、双语学校 ，OK， 我们不反对。当然啦，但是唔通去侵犯到。是啊。为家长讲啊，台语无效啦，即摆英语较重啦吼。你台湾人去美国教会还是同乡会都讲台语。对到教会啊。亲切啦，无论中央教会，同乡会就讲到乡音吼。故乡的乡音读起来就有亲切吼。美国当然伊袂学校政府也袂禁止你讲什么话。系啊。所以台湾的这母语教育跟英语教育是完全不同逻辑。是啊。台语还是客语，还是原住民语是一种复兴，这复振啊、复进啊、这发电的艺术，电子发电那个不一样，所以。双语教育我是不反对的其实我们在学校，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不只要读英文，还要读德文。有人读国际法，要读法文是啊。有的同学还要德文，还要法文，还要日语。一个人不止学一种当然，咱一个市内底有交通有一种民政有经济发展咱台东港咱彰化县其实为什么发展都不如台中？有没有议会当议会甲市政府是无啥共法，不过你可以到讨论讲彰化县经济发展有啥物讨论？我上大问题是就业率，咱就业啊。就业率是。对啊，咱彰化县大部分拢传产甲服务业啊。系啊。我讲这就有影响啊。当年，像台中伊用落第一期、第二期就开发为吸引咱彰化足侪人去彰化岛，去台中投资到台中消费。是。是不是台中大咱彰化你有注意无很多大厂的活动，彰化除了晚年有一间以外，彰化其实没有一个很大件的。大饭店、百货公司没有因为消费市场不高彰化人口100几万就是大家都跑去台中消费不是，应该讲饭店一定是互外地人住的，不是在地人啊。你重点讲你的员工要做起来啊。对啦。外地人才有愿意来这市政、市公所，都咧做议员的时阵，可能较无注意到，咱拢住伫彰化市，你若做彰化市长。有啥物所在会当动手、会当做的市公所当然较关心，较议员较。配合啊。对。有啥物观念有人来甲问讲，你若做市长，
甲即摆市长，甲以前的市长有啥无共款？你要怎么回答？我就更较重要一件代志，就都市美学。都市这较新的都市美学，我感觉最重要的。一个伊表示讲，你要有大家感觉讲，我来到这个所在，我感觉是爽快的，毋是讲物件拢就旧就拗的。我感觉一开始，比如讲火车头前迄边，我感觉一个装置艺术的会使开始做调整。嘿，因为那种就旧，那种就旧啦。市公所，嘿，那会使调整，那可能就旧的啊，这也会使调整。嘿，就是譬如讲咱。较早的咱青发处的前处长讲过一件代志啊，就是讲你要青发处青年发展处，青年发展处，嘿，意思是讲你要推动是官府的还是关政府的？有青发处，有这个概念啊，意思是讲你要推动都市美，伊嘛较早伫美国读册的，伊当来到咱中华咧担任这个处长的时阵，就讲你要推动都市美学，首先政府要先带头。你政府先开始调整，你政府调整了后，你有大家民众感觉讲，你政府这个确实有咧改变，大家才会对你行。我感觉公所嘛同款啊，对，其实到你这么做议员，跟要选市长那个任务是不一样，角色也不一样。通常都想到处去跑去跟那个选民啊，因为你选总统能跟你讲的话不一样，你选市长、县长。人家跟你讲的话不一样，选市长跟选议员，人家跟你讲的不一样，一定会讲一寡代志吼，是属于公所的代志，包括垃圾的问题啦、交通问题啦、警察好像是县政府的，警察，县政府，但是公所对分组所还是有一些分组所不要在代表会报告嘛，不需要分组所。分驻所啊，分驻所，警察局有分驻所，无关系，无咧。分局迄是我拢管政府的。卫生局，迄嘛管政府的。公所有没有分驻卫生所？我不是。无。卫生不是你管的。所以就说针对中华市公所包括那个美术馆，我们收回来那个以前中华国民党的中华启东部那个地方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变筑物，基本上会做展览的，那是有伫中山路啊，文化伫文化局隔壁。迄不是我，迄县立图书馆啊，县立图书馆隔壁。不是在过去那个是市公所的。你讲倒一个？都文化县政府文化局的，在过去。那边我你讲议会对面迄间啊？无啦，以为不是啦。市公所有一间坑中山路啊。对，中山路。中山路迄间啊。已经是阮阵较早国民党的中华市东部。这我唔知影。那个收到转来啊。当然。市公所的。但市公在管理啊，系啊。即摆是用做展览啦。是啊。像这你可能都爱去，到底咱市公所。全市里面的这个人口数啊，什么建筑物啊，什么啥，只要市公所上大个文化是庙啦，寺庙很多啊，寺庙很多啊，钱也很多啊，弊案偶尔会发生啊，那笔钱怎么去运用？你有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吗？是，但是算相对单纯，所以我了解啊，伊个。大甲嘛，甲迄个白沙屯无共，还是部分是，这是市公所管理的，是管理力。现在所有乡镇有这个什么，你们什么课啊？寺庙室。寺庙室。是教师的室。教师是寺庙室。当然中华有啊。中华是有啊。伊收入嘛是属于市公所的，别的地方好像没有。这笔钱我们一直都说希望这笔钱好好拿出来做一些文教工作。好像以前都没有人讨论过，那一笔钱不少像做南窑宫每年收的钱，以前不是发生有被人家污掉吗？那个放在寺庙室，但是那个把它那个管理的重要性、监督的问题等等，你们要讨论过。我嘛做中华市民做足久，
哦，这个问题可能你有空啊去了解一下吼，去请教一寡老代表，他们会很了解吼，这种问题吼，还有什么地方，像都市计划是县政府的了，可是像公所还可以做什么事吗？那土地规划什么，你只要美学以外要什么才能做？美学以外，再就是观光。譬如讲，你讲到寺庙，我讲寺庙就有一点最重要就是观光。嘿，你要有大家感觉讲，这毋是，你毋那是地方文化尔。你有大家，你有毋管世界倒位人来到遮，拢会感觉讲这是一件趣味的。譬如讲，足侪人走去日本去看因的神社。日本人咧包装神社的时阵，袂做甲敢若迄是因地方的物件尔。伊有法度，互外地的人来参加，但是袂感觉讲这甲因是有排斥的。毋知你了解我的意思？我讲这是即马咱市公所未来，若是咧管理这个寺庙，这有法度做一个方向啊。就是安怎甲咱的祭典要做个一个更加提升、更加精致的，莫互大家感觉讲敢若这是这个文化，敢若就。我要安怎讲，就是较在地，袂讲大家来就是我都很快的，就是融入。对。我感觉融入这是最重要，互大家感觉讲，这是精致的，互大家这嘛明白。迄种中华关有一个地仙公庙是足特殊的。我对地仙公庙，其实因即马管理委员会伊倾向那种拜拜的性质。其实地仙公其实可以做一些文教，地仙公。伫台湾发展的中华经营，那个故事本身就可以讨论。但地仙公庙，我1980年发现人，因好像比较注意是把它当这个神拜了哈。你即可能你可能若有机会吼，地仙公庙参访者去了解因的想法。我是讲地仙公伫台湾的历史那么重要，地仙公庙变成一个神在拜哈。这个就无彩啊。以一种那么大漂亮的庙吼，信徒那讲话是甜足多啦。是。伊本身财务应该不错吼。我不敢建议讲，可以不可以在里面办一些，叫做地仙公的文化讨论咯，像有人要拍电影，就本来要甲中国、日本合办电影吼，我讲那很困难，因为本身讲地位不同。我们把地仙公变成开台的，日本有日本，我中国是讲甲国民党讲副台啊，什么？民主影响等，像这款代志，其实政府不是你们主管，其实因为你是很不容易的高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发展，办座谈会跟中央苏大是下面合办一些座谈会都可以，很多都是可以做的以后有机会再过来讲，你若拄则提名了地方资料较侪问题而且甲咱的等听中央市拢听会着，讲互因听了解，因可能因若有听了，可能会甲你反映好啊，你较了解你议员跟市长角色不一样。当然。今仔多谢各位收听，下礼拜同个时间请继续收听咱的趣味隔壁，我是姚嘉文。我是黄博宇，议员，再见，多谢各位哈，谢谢。